而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，歡迎你哋收聽。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，怎能逃罪呢？呢節聖經記載喺希伯來書2章3節。我哋若果忽略咗呢個咁大嘅救恩，點能夠走得甩話唔被定罪呢？呢個救恩起先係主耶穌親自講嘅，後來就係聽見嘅人同我哋證實咗，而今日我哋信嘅人又證實主耶穌嘅救恩好偉大。當一個人跌咗落水裏邊，而佢唔會游水，咁樣你話嗰個人當時所需要嘅係乜嘢呢？唔係金錢，唔係名譽，金錢不能救佢，名譽不能救佢，地位不能救佢。佢所需要嘅就係有人救佢從水中出嚟，免得死亡，所以佢必定叫救命。如果有人去救佢呢，呢個恩真係大，救命恩人。如果有一個人被困喺一間燒着嘅屋裏邊，四圍都係火，嗰個時候佢需要係乜嘢呢？都唔係錢，唔係名譽，唔係地位，唔係享受，唔係食物，唔係衣着，佢所需要嘅係有人將佢救出嚟，因為呢啲一切都不能救佢脫離死亡。如果有個消防員上到去，將佢救出嚟，呢個係佢唯一嘅希望。咁呢個救命嘅恩情真係太大。又好似一個人喺森林當中遇到一隻老虎嚟追佢，佢所需要嘅係有一個人能夠幫助佢。如果有個獵人啱啱喺樹一槍為佢打死咗嗰隻老虎，呢個救命嘅恩典真係大大。但係更有一個更大嘅拯救嘅恩典。呢個拯救嘅恩典唔係好似正話我所講嘅，因為正話呢啲咧冇錯，呢個恩惠都係夠大，恩情夠重，但係救咗翻嚟喺水處救上嚟唔浸死咩？但冇幾耐都會死，死過係咪咧？或者病死，或者跌死，或者壽終正寢。一個人咧唔俾火燒死，救到出嚟，或者又第樣死，但係總有會死，100歲都會死。但係我哋聖經裏邊神所講嗰個偉大嘅救恩，這麼大嘅救恩，唔係講呢啲噃，呢啲唔夠大。神講嗰個咁大嘅救恩係講咩？救咗人一次，永遠唔使死嘅。呢個救恩厲害啦！呢個救恩唔怪得聖經稱佢為這麼大的救恩。我都唔多曉解這麼大3個字，但係總之好大嘅咧。如果你問我幾大，總之好大咧，大到冇辦法形容。呢個救恩咁大，因為點解？能夠救我哋永遠唔使滅亡嘅，唔使沉淪。咁你話呢個救恩幾大？救一次就得噶啦，就永遠有功效。咁你話呢個呢就正式救恩。而呢個呢係正係你我所需要。雖然今日你未必係跌咗落水，未必你病得好嚴重，未必你真係呢係一個呢被燒着嘅火，或者未必你俾老虎追，但你知唔知道有一樣比較呢啲更嚴重，就係你所犯嘅罪。人嘅罪好似大海咁，人浸喺罪裏邊，沉溺喺罪惡裏，不能自拔，有一日就死亡。你嘅罪好似火，
而且好似地獄嘅火咁，永遠要燒你。你嘅罪仲厲害過老虎，因為佢能夠將你放喺地獄裏邊，永遠滅亡。所以如果有一個人能夠救我哋脫離罪同埋罪嘅結果，永遠嘅死亡咧，咁呢一個嘅救恩咧，真係偉大嘅救恩啦，真係這麼大的救恩。呢個就係聖經裏邊所講嘅救恩，亦即係我哋今日要講俾你聽嘅呢個咁寶貝嘅救恩，你必須要嘅，因為你有罪，我有罪，全世界嘅人都有罪。如果我哋冇呢個救恩，我哋將要永遠滅亡，永遠沉淪，痛苦，直到永遠。所以你必須有。咁呢個救恩係乜嘢呢？就係神打發佢獨生嘅仔耶穌嚟到世界做人，藉童女瑪利亞所生，喺世界33年，醫病趕鬼，做好多幫助憐憫我哋世人嘅事，最收尾要成就呢個拯救嘅恩典，為我哋釘落十字架，流出寶血，受盡極大嘅痛苦，為我哋死嚟到贖我哋嘅罪，使我哋唔知道滅亡，使我哋可以呢罪得赦免。睇下呢個恩典幾大。神話如果有人謙卑悔改嚟接納耶穌做佢嘅救主，相信耶穌係神獨生嘅仔，相信耶穌嚟到世界係做人，相信耶穌為佢嘅緣故釘落十字架，流血贖罪，甚至到死埋葬咗，又相信耶穌從死中復生，做我哋嘅救主。有人咁樣信，咁樣接納求告呢位主耶穌呢？咁你嘅罪都因為耶穌在十字架上替死嘅功勞啊，完全得到赦免啦。咁你就唔使因你嘅罪而被定罪，而至到滅亡，而且你可以得永生。呢個係極大嘅福氣，呢個係偉大嘅救恩，呢個亦即係這麼大的救恩。神應承人一次悔改相信，人永遠得救，人永遠得救。耶穌應承話：我就將永生賜俾過你哋，你哋永不滅亡，無論乜誰都不能夠將你哋從我嘅手中奪去。約翰福音10章28節，耶穌咁講。神將永生賜俾過我哋之後，永遠唔會滅亡嘅。人一次信靠主耶穌得永生，就永遠唔使沉淪。呢個真係這麼大嘅救恩。呢個救恩大到無論幾大嘅罪人呢，都可以，只要你肯悔改相信，無論幾污穢嘅罪都可以嚟到耶穌說，耶穌冇丟棄。人要嘅人都好咧，人不能赦免嘅罪都好，耶穌都能赦免。因為佢係神嘅仔，佢係罪人嘅救主，嚟到為我哋呢死贖罪。為着咁呢個真係咁大嘅救恩。但呢個救恩既然咁大，我哋呢每個人都需要，因為關乎我哋永生永死，我哋不能失，所以絕對不能失噶噃。呢個救恩唔係唔知噶噃，人知，但好多人係點忽略咗。忽略嘅意思咧就係唔係唔知，我完全唔知咁，不能講得忽略。忽略咧就係知道咗噶啦，都已經提防唔知點解大意咁樣疏忽咗竟然唔記得，咁啊叫忽略咁啊最慘嘅。想起我哋人生當中，你話幾多忽略啊？因為忽略食錯藥，因為呢忽略呢係受着金銀嘅損失，因為忽略受着好多嘅痛苦。因為忽略做出好厲害嘅慘劇，因為忽略使好多人死亡，咁呢啲都係人嘅忽略造成嘅。但係朋友，樣樣你都可以忽略，甚至到忽略咗你條命，至多係死啫，
早死啲、遲死啲都唔差得認真遠。但係如果你忽略呢個咁大嘅救恩咧，咁就不得了咯。因為係永遠嘅喎，暫時嘅忽略就好閒，但係永遠嘅點能忽略呢？一次過唔得。雖然你樣樣都可以忽略，但你不能忽略呢個呢，耶穌基督做救主呢個咁大嘅救恩，你必須把握。當然你不能夠故意拒絕，你故意拒絕就更加不得了。所以你必須握住。我哋若果忽略呢個咁大嘅救恩，點能逃罪呢？一個人忽略咗耶穌，冇去接受，唔係唔聽過，聽過，而因為忽略，因為貪愛世界，因為去揾食，因為去貪名譽地位，而忽略咗信耶穌嗰個機會，咁將來點能夠話走得甩，唔被神定罪，唔滅亡呢？到嗰個時候就後悔，就後悔。啊！幾多人今日喺地獄裏邊，佢唔係未聽過耶穌嘅福音，佢都係因為忽略。有時為着揾食、賺錢、學問、追求地上嘅享受、娛樂，咁樣就忽略咗嗰個不可失去嘅福分，耶穌偉大嘅救恩，咁樣以致到後悔。可惜喺地獄後悔有乜用呢？不如將個後悔擺在今日。所以朋友，等我嚟勸你，你今日就接受耶穌做救主，你今日就得着呢個救恩，你千祈唔好忽略，更加唔好故意拒絕啊！如果有人忽略救恩，尚且不能逃罪，何況人故意拒絕，踐踏神嘅兒子，以神兒子嘅血當做平常，你話佢將來所受到嘅報應，豈唔更加重？所以朋友，聽我勸，現在接納耶穌做救主。各位聽眾，奇妙的救恩今日就播到呢一度。